台北捷运十指东湖线这个月初第3度开标，目前嘛已经开始在新早路，上计明年会当来动工。这条线是沿线台北民生十指线，也毋过伫台北这头台北市捷运工程表的规划案目前是还未核定，交通部嘛答应讲会赶紧来处理。位伫内湖区安康路瓦境国道边仔的这块土地，就是未来石东线东湖站的位置，透过廊道连接到文湖线东湖站。石东线东湖站的老设连接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局规划连接明石线。石东线这个月初已经第3摆开标，按照采购法规定，2摆流标了后，有1间厂商投标就符合规定，审查符合规范了后，上紧2025年就会动工。东湖站是我们整个应该说汐东线衔接到民生汐止线的台北市段的最后的一个段。这个车站因为在高速公路旁，那它腹地比较小，所以它该有的转乘设施应该都会把它配附上去。对，那未来其他会预留尾轨衔接那个台北市段。根据新北市政府捷运局规划，石东线全长5.6公里，车站数量6组，另外经费原估376.93亿，也毋过因为几啊摆流标，可能会阁提悬成本。交通部早起去石东线有场地会勘，在地民代反映，过去民生设置方叫做选举线，即马2/1，石东线先做，希望后手毋通只做一半。往台北市走，民系线假设赶快核定的话，我们还有3个地方可以交汇，双连站啊，还有行天宫站啊，还有中山国小站都还有交汇点。那未来往民生的部分，这个台北市的这一段目前还在中规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交通部也正在核定，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来加速。另外，在地关注石东线开工了后，可能会面临交通黑暗期。捷运局表示，会请厂商拟定施工交会计划，保证会先进行4个月的工程用地拓宽作业，因为用地无涉及民家厝，先期作业会较单纯。记者综合报道。